小心啊！到地点啊！这边到地点啊！啊！这是隔壁啊，隔壁什么？天呀！你是近视吗？近视。来，慢点，慢点。来，敲鼓哦，敲锣。没有啊，第一小队小队员在哪里？小队员。来报名，报到多少啊？还是他没提了，拜托。会流血了嘞！流血啦！那个不是血啊，那个红色的印啊。嘿嘿嘿。你个报到多少啊？我家人我家了解，爱个你。那个某合作员。呀，盛大盛况。林义龙高中3个状元。抢了头前面的。郑炳坤高中1科状元。林之莹高中2科状元。
豪高中1科状元。文心高中2科状元。张嘉瑜高中2科状元。王怡高中进士1名。关嘉丽高中进士1名。肖心怡高中进士1名。杨信长高中进士1名。对不对？辅导员，第5队辅导。好。那个何光庭高中1科状元。文树祥高中2科状元。清华高中1科状元。王君伟高中进士。侯雅欣高中进士。萧一山高中进士。温嘉如高中2科状元。蔡梦华高中2科状元。蔡雅文高中1科状元。李景雅高中2科状元。张慧英高中1科状元。蔡怡高中2科状元。高中1科状元。李炳君高中进士。蔡继慧高中1科状元。蔡婉玲高中进士。李嘉汉高中1科状元。郑敏芳高中1科状元。李雅萍高中进士。国伦高中进士。谢东俊高中2科状元。何宏雅高中1科状元。高中2科状元。高中1科状元。高中1科状元。国佑高中。来照牌，你左，来排第1个。国佑高中2科状元。排第1个。高中2科状元。然后中秀排第1个，中秀3科，以左嘞高中1科2科。然后维新第3个。进士哈。2科状元的过来。维新排这边。这里没有在那边。蔡维珍高中2科状元。叶显高中2科状元。有奇1科。哇，那状元进士先是不是？王世轩，也是1科的。哦，你是2科哈。雅琪状元。状元。状元。蔡梦芳进士。打2下。王景轩进士。杨月慈1科状元。1科状元。王宏伟2科状元。吴仲杰2科状元。李应轩1科状元。盛敏山过来，盛敏山1科状元。李立新1科状元。吴国宏1科状元。戴维廉3科状元。周一婷3科状元。好棒哦，3科哎，好厉害啊！文静婷高中进士。李嘉瑜高中2科状元。等一下，我要去喊一下就好。要回去了吗？王正廷2科状元。
1科状元，李胜宇进士，谢婉婷进士，何志华进士，曾国成进士，王冠伦3科状元，哦，好棒，好棒哦！ 1科状元，王启任2科状元，哦，王启涵2科状元，叶晴1科状元，方志涵进士，曾国运进士，王冠德2科状元，蔡奇进士，陈高信进士，方佩颖进士，张明仁进士，王丽颖2科状元，李卓林1科状元，王冠伦进士，曾一佩宇进士，吴慧嘉1科状元，陈淑华进士，于荣宏进士。江子航2科小状元，曾伟清2科小状元，庄惠子3科小状元，赵永生1科小状元，赵祖高中进士，童宇高中进士。恭喜李彩玲高中进士，杨冠佑2科状元，2科状元，李小龙1科状元，王思友进士，曾建凯进士。等一下，妹妹等一下。好好好。 3科状元。哦，3科状元。很棒啊！王旭平进士，李巧如2科状元，徐凤如2科状元。好棒，好棒！进士，记录上进直接。报名字了啦。刘德爱高中进士。好了，各位前贤，我们走这里就到这边截止。那我们前往3楼先天佛堂进行第3评价。哦。